各位好，歡迎收睇呢一節天文台嘅天氣節目，我係劉文俊。一股偏南氣流正係影響住廣東沿岸，嚟到大概6點鐘，各區嘅氣温係介乎喺19至到23度。天色方面喺衛星雲圖見到喺華南地區同埋南海北部嘅雲量都係偏少㗎，咁所以預計今日日間見到幾多陽光。今日嘅天氣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會有一兩陣嘅驟雨。早晚沿岸有薄霧，日間天氣炎熱，市區嘅最高氣温大概28度，新界會再高多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嘅偏南風。預計偏南氣流喺聽日會繼續影響住廣東沿岸，咁所以日間天氣會係炎熱，天氣較為潮濕，同埋部分地區有薄霧㗎。而去到星期五嘅時候，預計一道冷鋒咧會移近華南沿岸，為呢一啲嘅地方係帶嚟幾陣驟雨嘅天氣。內陸地區亦都可能有雷暴㗎。而去到星期五稍後至到星期六初時咧，呢一道冷鋒就會橫過沿岸地區啦。週末至到下個星期初咧，天氣就會係轉為較為涼一啲。香港嘅天氣展望方面咧，預計聽日咧係會天氣炎熱，部分地區能見度比較低，亦都有幾陣嘅驟雨。而聽日稍後至到星期六初時咧，會轉吹東北風，氣温下降。喺週末至到下個星期初咧，天氣會係清涼㗎。天氣就講到呢度，下次見。